哎哥，你早上一起来，杨哥、杨姐比我照顾的还伤心了。他们是家里的成员，你是家里的伙伴，能一样吗？好话不让他们，他们也不会给你下的。你看他们都吃饱了，你又不给我做大盘鸡吃。你急啥？家里没米了，我去拿一顿米过来，然后给你做。别急，那我也和你一起去吧。你别去，那衣服会脏的，我自己去。记得加火啊，弟弟，我马上就回来。嗯，好。大爷，我在这里啊，大西。哎，摩托车借一下摩托车。好，等一会儿。哦，你又买新马了吗，大爷？对，前几天好几万块钱买的，可以吗？富二代不一样啊，大爷，当老板了你。没有，什么富二代？你看大爷那个伙计太胖了，啥时候吃？那个鸡不能吃，买几个嘛没钱，过几天带过去卖掉那个。我给你3个斗鸡，给我买掉。 3个斗鸡？啊，行吗4个吧。啊，3个行了。摩托车给我借一下，我去买米。好，那些给你钥匙。啥几个？差不多了，大爷。哎，别忘加油，1公里值1块钱，这个摩托车。哎，老板，哎呀，那些朋友来了吗？哎，来了，今天米咋买的？470块钱一吨。给我420嘛，我自己装。把塞。可以。我做了啊，哥，这个烧完了我再来。老板你好，你好，大姐来了吗？拿一个面帘子，2枚塑料布。啊，有那是。哎呀，大姐啊，32块钱的。32，这多少钱？这个一个10块。好吧，这个袋子不用找了。哦。瓦里，开门，瓦里。不用了，我自己来，衣服别脏了。那我给你调温水，哥哥，你洗脸。好。来哥，给你倒水。哎，倒。来，哥哥。来，弟弟，给你带来奶鼻子。哇，这么好哥。刚好可以哥。我看天气预报有暴雪哥，有暴雪也没事，房子现在暖和了不办。大爷装哪个？装那个纯黑色的，那个是胖一点。好，来。没一点。来，抓住了。来，大爷。哇，吃哪个大爷？哪个胖？吃这个吧，哥哥，吃这个。吃那个，这个太漂亮，不要吃。走。大爷，去找个柴火。
大西，好好的，好，让给大爷。来，我来大爷。 Varız. 现在几点了？看一下。 7点半。我们90分钟。泡一下。哥，时间到了，拿过来吃嘛，不然烤糊了。时间到了吗？啊，好。快来吃饭。来，弟弟吃。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大的鸡蛋哥。来，大爷，这个腿咱们一起吃。自己的肉怎么样？自己养的鸡，非常好。给你2个豆鸡。可以。吃嘛，大爷，弟弟你吃多一点。这个火鸡今天给你做的。你今天太辛苦了，哥哥，你也多吃。好。 喂。